大家好，我係小林。上集我哋去咗龍山寺觀光，逛剝皮寮歷史街區，去史努比主題嘅藏壽司，分享咗點樣客製獨一無二嘅悠卡，同埋欣賞忠孝東路西路嘅夜景，真係玩到唔想走。今集嚟到台北快閃遊嘅最後一日，我會帶大家去永康商圈逛，分享包車去機場嘅心得，最後送上我對呢次旅程嘅少少總結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撳讚好、分享、追蹤我 IG， 開小鈴鐺，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。我哋先響酒店食個早餐，10點半退房，行李就放喺大堂。之後好有緣咁遇到一架納智捷 N7 純電休旅的士，第一次坐呢款新電動的士，好新鮮。去今日第一個，亦係最後一個景點永康商圈。我對永康商圈嘅印象係除咗食之外都係食，好似呢間天津蔥抓餅，就係我賣飛佛，夠熱又好食又平。2年前食過一次，念念不忘。不過今次食完早餐太飽，唯有希望佢哋會等我哋下次再嚟。11點鐘，未到食飯時間，我哋就邊行邊影街拍，買下嘢逛一逛。去唔去剪個髮好呢？冇老窩永康店就喺呢度，台北除咗西門町同中山之外，另有新選擇。鼎泰豐響呢幾個街口有2間分店，近永康商圈呢間係信義分店，淨係做外賣。外賣紙仲有齊中英日韓文，夠晒國際化。另一間相距約260公尺、4分鐘路程嘅新生店，11點半已經排晒長龍，至少等45分鐘。外面仲有行李存放區，方便啱啱落機或者準備去機場嘅旅客。呢間又有甜品，又有台式餐，嗰間又有雞肉飯，真係全部都啱食。呢間七仔好貼心，外面寫住歡迎入去吹冷氣休息，而唔需要唔好意思，好貼心，少少一句都感受到台灣嘅人情味。不過當然唔好成棚人入去踎響度影響到人。午餐時間，我哋決定以永康牛肉麵作為台北之旅嘅壓軸一餐。我哋分別嗌咗紅燒牛肉麵、紅燒牛筋麵同埋半筋半肉麵。湯底依然濃郁夠野味，肉又嫩滑入味，好飽滿，完美收尾。食完午餐差唔多2點，我哋嘅回程班機係5點鐘，都係時候返酒店拎行李出發去機場啦。終於落雨啦！好感恩，直到最後一刻先落。呢幾日天氣好識做，令我哋今次旅程大部分時間都有陽光。我哋早響企碌定好酒店到機場嘅包車接送，接下來會同大家分享下坐包車嘅流程同心得。我哋約咗司機2點半響酒店集合，佢好快手幫我哋搬晒行李上車，就出發去桃園機場。
原本定嘅係7人車，結果嚟咗架9人車，空間大跌，真係幾靜。當時我響企碌訂7人車嘅原價係273蚊港幣，咁啱有優惠碼，最終收245蚊，3個人平均每人80幾蚊。通常酒店出發坪過機場出發，我計過同搭2架的士去台北車站再轉途捷，只係貴多20-30蚊就可以舒服直接機場，唔使搬行李，唔使轉車，方便舒服程度完勝。我喺出發前1星期訂，接送前1日收到司機資料，司機響接送當日朝早用通訊程式同我聯絡。總結包車最大嘅3個優勢：第一，直達機場唔使轉車搬行李，慳時間又慳力；第二，車內空間闊落，冷氣舒服；第三，3個人分攤車費其實唔貴，尤其去本身需要轉車嘅目的地。涼住冷氣，經過45分鐘車程就到桃園機場。check in 報到入閘之後，去咗機場體驗區稍作休息，就去到7閘口準備上機。今次搭嘅係星宇航空 JX235。其實我覺得5點鐘起飛係有啲早，基本上食埋午餐就要去機場，冇辦法玩埋個下晝。呢刻星宇航空一般每日有2班去程同回程，回程分別係朝早8點同下晝5點。呢個係香港主題嘅史努比圖畫設計。The cabin door has been closed. Please set all your electronic devices to flight mode and turn off the Wi-Fi function. 起飛啦，代表旅程正式進入尾聲。呢次4日3夜嘅台北快閃遊，整體行程以穩陣同舒適為主，方便林媽同朋友，所以好多安排都偏向輕鬆，例如訂包車同酒店揾間闊落啲嘅3人房。雖然未去到太多新地方，但整體過程順利又開心。今次第一次試搭星宇航空，第一次住台北花園大酒店，第一次去圓山大飯店觀光，仲客製咗自己封面嘅悠遊卡，都係好好嘅回憶。總算行程順利，加上軒唔係天公造美，好難得出外唔落雨。雖然只得4日肯定唔夠喉，但只要享受旅程每一刻，哪怕去1日定去1個月，回憶都會好美好，至少比專登響麥當勞過夜同極端窮遊快樂得多。嚟緊我會有其他有關休閒娛樂、自助餐同自家漫畫創作嘅影片，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，訂閱我，撳一撳讚好，分享，追蹤我 IG 同開啟小鈴鐺，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。好多謝大家一直支持同收睇，我係小林，下集再見。